那华语的部分，歌手歌王是搬字的歌手李淑贤，歌后是第2届得奖的外国魏如萱。那这金曲奖总办伫咧台北小巨蛋，今年是真特别，无主持人，该换6位应届人轮流介绍起话头。 好听声音带观众时光倒流，消防局新全环球场有先顶人认真作品，向今年得到金曲奖最佳贡献奖的80岁资深音乐人洪孝良致敬。 日本天桥米西亚关出唱出 T.P. 美声，担任表演嘉宾经验专场。这一届金曲奖站伫台北小巨蛋登场，最佳女歌手由魏如萱指导封后。我终于从蔡健雅的旁边走上来了。 华语歌后歌王拢是死亡之组，但是歌手吕淑贤用好声好气获最佳华语专辑奖，佮拍败真济强调出道17年红王。 我妈以前小时候会酸我说：“你以后长大要当周杰伦哦。”妈，这是我最接近周杰伦的样子。最佳台语男歌手奖陈奕迅提到，这一届金曲奖上大乌马吕德森获回最佳台语女歌手甲最佳台语专辑，甲年度专辑加做今年也上侪人，引起16吨风调的 Energy 用拜5暗时获回年度歌曲奖。人生就是要蹲得越低。 当你反弹的时候，那个反弹力才会很强。20年挖一剑，动力火车第10摆入围，最后提最佳演唱组合。今年1摆金曲奖结束，扩大奖项拢有得奖人、音乐人用实力写华语乐坛的新篇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